我同播道兒童之家呢份緣分係由80年代講起。當時我係另外一間兒童院做咗10年嘅家長同埋社工，嗰陣時仲後生，成間兒童院都係我屋企同埋成長嘅地方，所以呢份感情一直留咗喺我心裏邊。直至到2006年，我做咗觀塘扶輪社嘅社長，嗰年終於有機會將呢份感情帶入去播道兒童之家，開展咗一個叫做結伴成長齊同行嘅計劃。呢個計劃橫跨2年，我哋揾咗一啲舍友做一啲小朋友嘅導師。當年參與嘅細路而家已經大個仔大個女啦。今次剪片竟然係可以同佢哋喺熒光幕上邊重逢，真係好奇妙啊！今次為播道兒童之家70週年剪輯70段影片，可以話係日剪夜剪，睇住唔同階段嘅影片喺度不斷穿梭，感覺好似親身經歷咗70年嘅點滴。好多謝羅姑娘俾呢個 project 我，當佢揾我嘅時候，我已經感覺到呢份使命感。我主要係將 ECH 預先拍好嘅影片稍為剪接同埋加上字幕。見到啲舊相片用一啲 AI 活化相片嘅技術呢，使到啲相片可以喐嘅，等到成條片好睇啲。喺剪片嘅過程中，我先認識到創辦人辛路德姑娘嘅故事。呢位美國傳教士用佢無私嘅愛，俾咗無依無靠嘅一班細路一個真正嘅家。佢唔淨係開呢間院舍咁簡單，而係將成個心放咗落去，做大家嘅阿姨。所以第一代嘅院友簡直當佢係再生媽打。印象最深刻嘅係睇到第一代院友嘅訪問，佢哋講起以前喺播道兒童之家成長嘅點滴，就算過咗幾十年，佢哋依然好掛住呢個家。有一部分院友由當年嘅受助人變成咗今日嘅捐助人。咁我哋決定咧，不如我哋捐咗俾兒童之家啦。第2、第3代嘅院友講得最多嘅係多謝，除咗感恩之外，都係感恩咯。多謝播道兒童之家，俾我喺度學習咗好多嘅嘢。呢個就係家石教咗我一個最好嘅道理。ECH 就俾咗個好乾淨安全嘅環境，我哋去生活啦。佢哋多謝播道兒童之家，俾咗佢哋一個溫暖又精彩嘅童年，教識咗佢哋行人生嘅路。佢好感恩咧，喺兒童之家住過咧，係教到佢一啲嘅價值嘅標準。最令我動容嘅係一班員工，佢哋將班細路當成自己親生仔女咁樣湊。感恩咯，因為原來我喺別人嘅生命嘅裏邊，原來都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。並唔係打份工咁簡單，係一份無條件嘅愛同埋付出。佢哋情同父子，親若母女。有啲員工咧，一做就幾十年，睇住一代代嘅院友長大，就算退咗休，感情聯繫依然在。呢份情真係好難得。每一個感情，每一個故仔都係有血有肉，真真正正係以生命影響生命嘅人間真實故事。有人 mentor 去 guide住佢哋成長嘅小朋友呢，係會係好啲嘅。仲有一班好熱心嘅捐贈者、支持者同埋義工，佢哋唔單止出錢，仲親身落場做埋導師添。佢哋用自己嘅人生經驗扶持班細路仔，真正係體驗到社區嘅溫暖。完成咗呢個 project 之後，我個心仲係火燙嘅。播道兒童之家唔係淨係個名咁簡單，而係真真正正用愛同埋時間編寫咗70年嘅動人故事。好感恩我可以用我最擅長嘅方法，將呢份情意結傳揚開去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